Hello，大家好，我叫阿 King 啊。今日據牛豐天宜幫業主收快遞，同埋安裝熱水爐啊，裝個洗衣機啊呢啲家電。搞完呢啲手續之後，我會過去拍攝，詳細地同大家介紹下呢個樓盤。其實阿 King 做房地產之前呢，都係做燃氣家電工程師嘅。咁我19年先係入行做房地產嘅，都有7、8年時間啦。時間過得好快。算係見證咗房地產嘅職業繁榮，亦都經歷過市場嘅冷靜回調啦。期間幫助咗好多香港嘅街坊過嚟中山置業嘅，對我個售後評價係一致好評嘅。因為我30%嘅客戶基本上都係轉介紹客，即係嗰個客戶同我買咗之後，佢會介紹啲身邊嘅朋友。好，一陣我哋鬥咗之後再開機。Hello，依家嚟到咗小區嘅園林位置，成個小區咧係南低北高嘅，全部都係坐北朝南方向嘅。咁呢個屋苑咧一共有9棟住宅樓同埋58套別墅嘅，779戶就唔算好大啦。容積率就1.56塊率可以達到38%嘅。嗰啲車位配比咧係1:1.16，係足夠配比嘅，即係每一戶都可以足夠一個車位嘅。下面啲仲有啲大充電樁嘅車位嘅，如果你買電車都可以喺下面充電。咁用個物業係雅居樂物業啦，3蚊1平方。呢個發展商就係中山市河田開發商有限公司啦。呢個發展商可能好多人都聽講過，冇錯啦，就係澳門前特首賀一誠家族啲產業嚟嘅。佢個財務狀況係非常之健康，從攞地到蓋樓係依家係已經係精裝現樓啦，係冇借貸過銀行一分子嘅，所以就唔會出現爛尾呢種情況，亦都唔會出現話有抵押啊過唔到戶啊呢種情況啦。呢種就係精裝現樓嘅好處啦。一共咧，依家就有分4種戶型喺度賣嘅：86平嘅3房1衛，同埋89平嘅3房1衛；104平嘅3房2衛，最大面積就係120平嘅南北對立4房2廳2衛噶啦。佢位於中山市火炬開發區個博愛路上面嘅。如果你手上揸住15萬，總價想喺90萬到100萬左右買一間大裝修嘅3房拎包入住嘅，究竟點揀呢？係咪先？都係好多人困擾個問題啦。有啲人會想追求性價比平啲嘅，就會買鎮區，50-60萬左右咁樣可以買三鄉啊、神灣啊，好多街坊都買咗噶啦。咁如果你喺100萬左右，其實就可以買城區噶啦。中山嘅主城區咧有東區、南區、西區、石岐同埋火炬開發區嘅呢幾個城區裏邊。如果你係追求長遠投資嘅，你可以睇睇馬鞍島嗰邊。但係嗰啲咧發展周期係非常之長，雖然係有潛力，係深中通道嘅出口，亦都有地鐵，但係呢個時間咧你要等得起，可能要10年8年左右嘅。咁剩低就係城區裏邊啦，係咪？你有100萬就肯定唔使買鎮區啦，買翻城區、主城區啦。咁主城區裏邊咧，東區同埋石岐呢個價錢咧就選擇嘅唔多。石岐就係老城區啦，周圍嘅塞車嘅情況會比較嚴重啲，同埋一啲4代宅嗰啲會價錢更加貴啦。咁3房想細細地咁啊，東區有個逸翠園啦，73平嘅2房，用毛坯嘅都係90零萬左右，咁就同呢啲對比就麻麻地啦，係咪先？呢度3房已經係大裝修啦，咁華虹喜悅軒呢啲3房嘅。低樓層2、3樓嗰啲都去到123萬左右，高少少嘅樓層嘅話去到156萬左右，咁價錢就唔一樣啦。咁再翻嚟到西區，名都話叫西區啦，就近中山嘅西邊噶啦，所以咧就好多街坊會覺得喺西邊過嚟到東邊，再過到深圳，再翻到香港個路程會比較遠啲，出行嘅時間成本咧比較高少少，咁佢就會選擇翻。靠中山嘅東邊呢個位置，東邊除咗馬鞍島翻嚟就係火炬開發區啦。而且呢個位置博愛路過去到東區其實係4分鐘左右嘅，就好方便好近嘅，亦都係去到嗰個 Coco City 富逸城 Top Park 都係3到4分鐘左右揸車過去。一出去因為嗰個博愛路係連住噶嘛，博愛陸路就係東區嗰個位置啦。
呢度係博愛七路，成條博愛路係中山嘅主幹道嚟嘅，南北通向嘅。後面呢棟就6棟啦，6棟會更靠近成個小區嘅中間位，咁就120平嗰啲會貴少少。其他中高樓層咧，睇樓層啦，大概價錢就11000到12000左右嘅單價。佢6棟咧係升級咗嘅，即係啲裝修啊會靚啲，有背景板啊，同埋啲瓷磚啊改變咗。同2棟、3棟、5棟啲裝修風格咧，交樓標準咧就有啲唔同啦。呢個樓盤嘅裝修嘅標準同埋小區嘅園林係比較靚嘅，成個博愛路上邊我都睇人晒啦。金色年華啦、華虹景悅軒啦、遠洋新天地啦、觀嶺啦，同埋呢個樓盤啦。博愛里喺隔離，博愛里賣毛坯噶啦。咁呢啲樓盤其實我都睇過嘅，亦都好多朋友經過嗰個博愛路上面都會睇到，哇！呢個樓盤外立面都玻璃嘅，特別時尚啲，都特別靚仔啲，同埋啲外牆嘅。因為呢個發展商係澳門噶嘛，咁佢採用嘅裝修風格、裝修標準都係根據港澳精工嘅交樓標準嚟做嘅，所以成個屋苑睇起身係比較高端、比較時尚少少嘅。咁依家我哋直接上去板房嗰邊睇下先。好啦，依家嚟到我哋嘅實體洋板房，6棟嘅4樓。咁依家咧就2梯4伙嘅，咁呢3伙係連埋一齊噶啦。咁細面積嘅，單獨一伙大嘅咧120平就喺隔離嗰度，單獨有個入和花園噶啦。嗰一伙咧就係120平4房2廳2衛噶啦。首先睇翻呢個係最細嘅。86平02嗰個單位，86平係3房1個衛生間嘅，咁佢就朝西南嘅，廳係朝西南，有2個房都係朝西南嘅，咁嘅追求極致嘅性價比，可以選擇呢一戶啦，真係平嘅。咁呢2戶咧就係朝正南嘅，呢個係01就係89平啦，正南就3房1衛，都係3房1衛，即係我客戶買嗰個。回應啦，咁呢度咧就3房2衛104平嘅，就3房2衛都係全正南嘅。另外一個120平咧，嗰個就南北對流噶啦。OK， 咁我哋先睇嗰個最細嘅靈餘單位，可以先睇嗰個交樓標準先。呢個86平，門口入嚟一個餐廳位。呢啲交樓標準嚟嘅，背景牆、風管機做好晒空調。佢係呢邊有個廚房，呢個廚房可能會細啲，擺個單門嘅冰箱咯，單門冰箱位。呢度就嗰個生活露台細陽台，擺洗衣機。呢個就子露台啦。博愛路就喺嗰個位置，而家6棟就已經可以入嚟噶啦。往外邊走4分鐘就係東區啦，嗰邊就係金色年華嘅樓。如果2-3個人住咧，想細少少嘅戶型，唔需要太大咧，其實呢個小區呢個屋苑都係值得推薦嘅。改動咗嘅呢啲磚同埋呢個背景牆、背景板呢啲都係6棟之後升級咗裝修之後嘅產品啦。呢個係一個3進式嘅衛生間，啲鏡櫃洗手台馬桶全部都做好晒啦，就係咁樣。首先第一個細嘅書房，第2個客房，呢客房大概8-9平左右啦。呢個主人房，主人房會大啲，呢個光線係好好嘅。其實西南個方向咧，
下晝個光線係好光猛嘅。呢個89平咧係創意樣板房，即係擺咗啲家私家電嘅。入門口一個鞋櫃位置，都係一樣一個廚房。嗱，呢個廚房就擺咗個單門冰箱啦，一個細嘅生活露台。呢個交樓個生活露台其實就係咁樣嘅。我個葉子嗰度咧，其實就係封咗外邊呢一塊，封咗外邊嗰度出嚟咁樣。本身勾出嚟呢部分咧就係外邊噶啦，喺呢度就已經係欄杆噶啦，睇到嘛？咁其實咧就鋪咗砌氣，幫佢鋪咗砌氣就闊咗好多，闊咗一半啊！呢個生活露台嘅廚房可以做一個櫃啦，收納櫃。呢邊就擺洗衣機，上面啊擺熱水爐，熱水爐你已經裝好咗啦，即係封一塊玻璃落嚟。咁呢邊其實仲可以放啲拖地機械人啊、拖把啊咁嘅位置嘅。熱水爐幫佢裝好咗啊，幾靚仔。一關翻就睇唔到啦。呢個就放咪錶嘅位置。好，呢個就係改動嘅位置咧，可以多出嚟啲面積用咯，然後再封翻玻璃咯，然後封到頂，所以佢就闊咗好多咯。呢個位置做咗改動。呢個廳睇園林景。哇！啲玻璃全部一雙層隔音玻璃，好重手。呢個屋苑咧，佢係從上面有條好長嘅水流到下面去咁樣，一個中軸水景啊！睇園林方向，呢度係4樓，高少少咧，景觀係可以睇出外邊嘅城市景嘅。衛生間出嚟 ，OK 一樣，一個兒童房，房間其實都差唔多嘅啫，但係朝向會有啲唔同咯。嗱，呢個客房，可以擺張1.6米嘅床。呢間主人房會大啲，擺張1.8米嘅床。呢個就唔係七字形啦，呢個窗戶嘅話就同啱先嗰個有少少唔同，但係佢都係開到邊嘅，採光都 OK，正南向係採光比較好嘅。只有一個兒童房係朝西南向，其他一個房、2個房同埋嗰個廳都係朝正南向嘅。呢度係3房2衛嘅。呢個廳會闊好多。廚房嘅位置，呢個廚房細嘅雙門冰箱啦，都係放單門㗎啦。生活露台就唔一樣，呢個生活露台明顯係唔使封都已經係闊咗好多嘅，104平。呢個飯廳，呢邊就客廳，外邊就露台。正南向睇返都係園林景觀。想要2個衛生間咧，就可以揀104平啦。別墅景高少少就可以超過啲別墅外邊啦，啲別墅都係3、4層高啫。
呢個就公共衞生間，第一個客房，第二個客房。呢個客房大概都係10個方左右，因為主人房同嗰個客房差都唔係好多，呢個12個方左右咧，但係佢就帶咗一個衞生間。主人房呢度就單獨有個衞生間，呢個透房，呢個門一關翻，嗱就係2個衞生間噶啦。呢度就係再睇翻去我哋最大面積嘅4房嘅南北對流嘅。呢個就電梯出嚟之後單獨一邊噶啦，南北對流120平。呢度都係創意樣板房，即係擺咗啲家私家電噶啦。呢邊客廳。客廳位會闊好多，比3房嘅明顯闊好多啦。呢個陽台都係，呢個大陽台好長啊，因為佢係連住嗰個客房嗰度嘅。睇真係呢邊南面，OK。客廳過嚟就餐廳位。餐廳位其實可以坐得7、8個人都冇問題，大啲個台都可以。如果做細啲咧，就呢邊做得到餐邊櫃，就預7少少。廚房嗰啲就啲門板啊，都變咗顏色噶啦，同之前嘅交樓標準都有啲唔同噶啦。依家6棟就係呢種個交樓標準。呢個擺咗個好大嘅雙門雪櫃喺度。呢邊就北邊都係一個生活露台，好長啊！生活露台。睇翻山景，南北對流啦，嗰邊南面，嗰邊北面。其實泳池就喺7到8棟中上位呢個位置有泳池。其實成個屋苑咧，地勢係逐漸咁樣高嘅，往上坡，有少少上坡個感覺嘅，就感覺唔係好明顯，有少少。第一間客房，衞生間啦，呢個公共衞生間。呢度係第2間客房，呢間客房係連住啱先陽台嗰度位置嘛，所以個陽台超級長。呢度本身係第3間客房嚟嘅，但係咧嗰個樣板房就將佢打咗之後，就改成一個衣帽間。OK，呢個就衞生間。交樓標準就唔係呢啲啦，就好似啱先睇嗰種交樓標準。呢個係主人房，享受型嘅主人房啦，兩邊嘅床頭櫃，其實都可以喺呢個位置做一個床尾嘅衣櫃嘅。好啦，4間房全部都睇完晒啦。好啦，呢4個戶型就全部睇完晒啦。依家咧2棟、3棟同埋5棟嘅做一口特價。單價就108,888，任選所有樓層。咁就5棟仲有一啲好啲嘅樓層嘅，89平嗰個有個11樓，有個21樓，因為佢總層高咧係26樓嘅。2、3棟就24樓，5棟以後嗰啲全部都係26樓層高嘅。咁而家21樓有一套，又剩低一套就11樓，其他啲就天地樓層啦，即係最高層同埋最低層。咁我覺得21樓嗰套都係值得推薦嘅。咁總價大概係97萬左右啦。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可以聯繫我啦。
好啦，今期就到呢度啦，差唔多6點鐘收工。OK，拜拜，下期再見。